花莲大地震了后，为福部赈灾基金会启动募款，到今已经募超过9.6亿。这个专案会阁继续募到5月初3。基金会是表示讲，这募款会用伫援助灾民、紧急医疗、收容安置，甚至是复原重建式的项目。按算，这礼拜行政议会就来决定部分善款的使用方式。 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造成灾害。隔顿天，卫福部下骹的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，就随发起4月初3花莲赈灾募款专案。到4月16拜二早时，透过银行口座、网络集资平台、行动支付捐款，超商这4大通路，已经收到要16万笔，计共超过9.6亿国内外的募款。 善款9亿6嘛，那到昨天，这应该是到昨天12点，海外的汇款新台币是2600多万，日本最多，它大概在我们这个用汇款的方式，目前到昨天入账的有1900多万，好，那第二多的是美国有400多万，那第三多的是香港。 180万。今日赈灾基金会来自全台、全世界的募款，就是由这8个人组成的办公室来还。基金会表示，募款会用伫援助灾民、紧急医疗、收容安置、复原重建4大项目。因为基金会人力有限，募款会由公务机关、民间团体提出计划申请使用。上个礼拜五，在行政院副院长已经召开这个会议了，所以各部会已经提出相关的方案。 这个礼拜我们应该礼拜3还会再开一次会，那应该很多事情就会定了。基金会估计拜二募款就会达成原底按算的目标10亿。不过基金会表示，民众5月初3进前，拢会再继续捐款到花莲赈灾募款专户。基金会表示，捐款会摕来帮助这届地震的重建，会善用民众的爱心。记者林玉凯新北报道。